今次為大家介紹嘅單位係位於沙田大圍半山嘅雲頂峰，一個實用面積415尺嘅一房單位。面對呢個小窩居空間，我哋要處理嘅唔單止係視覺呈現，仲有屋主對住所嘅定義。屋企應該係一個點樣嘅地方？佢係一個生活嘅容器，定係一種品味嘅延伸呢？天壇設計今次嘅功課就係點樣將呢種抽象嘅感覺，用木飾面、龜毛線條同光線，翻譯成一種看得見、摸得到嘅蠟像師。答案就喺今次呢個單位入邊。由玄關嘅底眼開始講起，溫潤嘅木色同埋簡潔白色喺獨特嘅赤圖紅線勾勒之下，達到一個完美嘅平衡。一道半圓嘅唔單止反映出日常嘅儀式感，更加好似屋企嘅一對眼，為女戶主嘅每日出行做足準備。當我哋將視線向上移，天花板嘅燈槽化咗一道非常優雅嘅圓弧，佢令到光可以用最柔和嘅方式點亮成個空間。設計師好巧妙咁樣用玻璃磚嚟做間隔，劃分咗客飯廳兩個區域，但又唔會阻礙到視線嘅穿透同埋空間嘅互動。而喺傳統嘅客廳主角電視牆，設計師因應戶主嘅生活習慣，做咗一個非常破格嘅決定。佢摒棄咗電視，將成幅牆轉化為一種好似裝飾藝術嘅大型儲物櫃。呢種牆櫃唔單止成為咗客廳一道亮麗背景，實際上更加取代咗原有嘅間隔牆，巧妙咁樣偷出更多嘅收納空間，將實用性同設計嘅整體美感天衣無縫咁樣合埋一齊。而喺呢種大型牆櫃嘅側面，設計師特登留咗一道直立式嘅玻璃飾櫃，標誌性嘅赤圖紅內膽喺燈光下更顯溫潤，唔單止打破咗大面積白色牆身嘅平面感，增添層次，同時亦都由客廳進入睡房一個非常精緻嘅視覺角度。呢個空間嘅靈魂就係圓，靈感源自 Apple Park 將複雜化為簡潔嘅哲學。設計師用近乎偏執嘅匠心，將圓弧線由櫥櫃到門框貫徹到底。真正嘅大師級作品睇落總係理所當然，因為佢嘅美並非嚟自表面裝飾，而係由結構開始。將每件家私都視為藝術品雕琢，為佢哋注入值得細味嘅靈魂。踏入睡房，空間嘅節奏變得更加沉靜內斂。圓弧線條由床頭開始溫柔咁環抱住整個休息區，彷彿為思緒提供一個安穩嘅庇護所。呢個設計嘅巧妙咁保留咗一份私密感。設計師以一體化嘅巧思，將溫柔嘅木質由床頭牆身延伸至床架，營造出安穩舒適嘅包圍感。喺浴室，圓弧嘅設計被發揮得淋漓盡致。由門框到鏡櫃，由洗手盆嘅曲線到一隻水龍頭嘅顏色配搭，所有元素好大膽又好出奇地和諧共鳴，彷彿一切都係渾然天成。設計最終都係回歸返使用者嘅體驗，每一次觸摸，每一次使用，都可以感受到嗰份啱啱好嘅破格同埋配搭。Apple Park 嘅圓係為咗促成成千上萬嘅人嘅溝通同創造力，而呢個家嘅圓係為咗守護一個人嘅寧靜同夢想，為一個品味獨到嘅年輕住戶打造一個完完全全屬於佢嘅新起點，將一個平凡無奇嘅單位變咗一個充滿細節、滿載溫度，而且獨一無二嘅家，一個真正圓滿嘅作品。